上星期日，加州監獄系統一名正喺服務期徒刑嘅強姦犯喺洛杉磯縣監獄內被殺。事件發生喺夜晚7點15分。51歲嘅 Reni Rodriguez 遭到另一名30歲嘅囚犯 Kenneth Wilson 嘅襲擊。監獄工作人員目睹咗衝突過程，並且採用咗催淚瓦斯同埋其他非致命武器嚟制止打鬥。Rodriguez 身中多處刀傷，先係被送往監獄醫療設施接受緊急治療，隨後被救護車送往洛杉磯縣醫院不治身亡。佢因為喺洛杉磯縣犯有使用暴力進行強姦罪，自2001年開始服刑。此外，佢仲喺加州其他監獄服刑期間，因持有同製造簡易武器被定罪。另一名囚犯 Wilson 則喺河濱縣被判定1級謀殺犯，自2020年開始服刑，並因為喺監獄當中實施攻擊、搶劫同埋持有違禁物品而受到額外定罪。目前加州懲教署表示，呢一次襲擊正係作為推殺進行調查。Wilson 已經被暫時轉至限制性監禁。洛杉磯地檢官辦公室將確定確切嘅死亡原因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